来看一台非洲科麦隆的货轮，船长甲船员5个人，顶个月2日对高雄港出发去中国沿海要接15个偷渡的越南人。第3则船驶到台湾的西南海域，海巡有接到线报，嘛成功抓到人。法院嘛裁定讲，船长顶5个人声押禁见。海巡人员将货轮炸落来，并上船查看，入去船舱了后，就发现越南籍偷渡客密伫内底。这只科麦隆级货轮杰西号的蔡姓船长甲轮机长船员总共5人，为着趁钱出海去接15个越南籍偷渡客来台湾。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接获偷渡集团将载运越南籍人士来台情资，即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于113年3月30日与相关单位共同查缉。 顺利于台湾西南部海域查获科麦隆级杰西号货轮。根据了解，杰西号3月2日对高雄港出海，27半暝来到中国福建省沿海海域，接到坐船伫遮等待越南籍偷渡客了后，3则尾仔转来到台湾西南海域，准备要上岸，就互已经接到通报的海巡掌到。由于该船为躲避查缉，不断变更海域接驳，侦办期间出动高雄、澎湖、台南海巡队。 多艘巡防艇实施拦截围捕，才顺利在海上拦截该船。其中1名被告有灭证行为，有事实足认有逃亡及勾串共犯之余，并有羁押之必要性。 到今晚，海巡人员带真搜肯对货轮全面搜查，13个查甫、2个查某的越南籍偷渡客上岸了后，交予移民署处理。蔡姓船长等5人以违反出入国家移民法移送地检署。这个月初，由检察官向法院声押禁见，得到允准。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